局。先第一個議程先啦。邀請咗市區重建局嘅個顧問啦，同埋市建局代表邱小姐咧，今日就嚟同大家講翻個匯標分析報告，同埋關於一啲資助上面嘅。各位如果有需要查詢關於資助嘅，都可以今日查詢埋嘅。時間交俾咁各位業主你哋好啦，咁我係市區重建局嘅，咁我姓邱嘅，咁咧其實主要都係負責翻你哋大廈嗰啲資助計劃嗰啲申請嘅，即係包括你哋今日揀嗰個大廈維修啦，同埋之後咧消防工程嗰個資助嘅。咁咧轉頭都會約略咧講翻之前你哋申請到嗰啲資助計劃啦。咁咧其實今日最主要咧即係跟翻個議程咧，就係就住你哋之前顧問咧，即係個大廈維修做咗一個匯標分析嘅。咁我哋都即係嗌咗獨立顧問咧落嚟咧，就講解翻嗰個評估報告啦，同埋講解翻咧即係嗰啲工程估算加埋咁樣嘅。係，咁我哋係獨立顧問傑斯竹文嗰邊啦。咁我哋今日就會講關於匯標分析報告嘅，係上水富興街29月39號富興樓價。咁首先我會講翻匯標分析報告嘅意見同埋建議啦。咁其實根據翻個計劃咧，匯標分析報告要交代翻會建議進行投標面試嘅。咁報告入邊如果有建議面見投標者咧，咁其實個名單咧係要包翻喺今次匯標者名單入邊，而係包括翻最低標價嘅頭5個投標者嘅。其實去到2.1.2咧，咁匯標分析報告咧係要交代會唔會有翻啲評標嘅準則啦，同埋有冇同申請人商討過啦。咁如果有確立咗啲評標嘅準則咧，就要列有關嘅準則，同埋要通過翻個準則嘅，而要包含翻啲會議通告去記錄翻呢啲準則已經通過啦。咁去到2.1.3咧，其實都係一啲字眼上嘅問題啫。咁其實第2.2項我提及過工程嘅頭、中、後、尾期啦，但係喺個報告入邊有解釋頭、中、後、尾期嘅工程嘅項目同埋時間啦。咁工程顧問公司要澄清翻去跟進翻嘅。咁去到2.1.4啦，咁喺附件3入邊嘅項目4.1嘅 A5啦，咁其實有啲打錯字，例如逃生嘅樓宇應該係改翻逃生樓梯嘅。咁去到2.1.5咧，附件5入邊，咁其實都係有啲打錯字啦，例如32件應該改翻32件咁樣，所以顧問公司做翻澄清同埋跟進啦。咁去到2.1.6咧，咁項目3同埋7係遠高過我哋獨立顧問嘅評估價嘅。去到2.1.7啦，項目1、2、4、5、6、8同9咧係遠低於我哋獨立顧問嘅評估價啦。去到2.2，咁申請人就一定要委聘翻個獨立敲擊測試嘅代理人嘅，佢要監督翻成個復修工程，監督翻成件商去進行呢個敲擊嘅測試啦。所以申請人或者顧問公司要作出翻嘅跟進。去到2.3咧，投標工程嘅項目2.9A2咧就有關冷氣機嘅個別情況嘅保護嘅安排啦。咁其實要澄清翻呢項工程係咪私人工程嘅項目啦，因為而家呢個項目就係唔會得到有關嘅資助嘅。咁去到第3 part 啦，就會係大廈公用地方維修同埋改善工程嘅費用評估啦。咁其實我哋即係有做過一個可能 cost 嘅 estimate 咁樣嘅。咁其實大廈維修最低標啦，咁申請人佢哋嗰邊提供嘅咧就係大概係3934850嘅，而我哋獨立顧問嘅工程評估價咧就係4765490嘅。咁其實根據翻回標價格嘅排序啦，咁其實最低標就低於我哋獨立顧問嘅工程評估價17.4% 嘅，係。咁之後就係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計劃啦。咁其實申請人提供嗰邊嘅最低評標價咧就係203200嘅，而我哋獨立顧問嘅工程評估價咧就係501842啦。咁其實最低標就低於我哋消防標門窗哦，門窗明白。咁去到樓宇排水系統嘅維修資助計劃，咁其實個價錢咧同埋個估計就係咁樣啦。咁我嘅解釋就係有冇咩問題？消防門窗或者我因為點解咧？可能啲業主第一次見事件啦。其實呢份報告意思係講咩咧？因為富興樓就參加咗市建局嘅資助計劃，咁啊就翻個支援計劃下啦，市建局就譬如有招標度啦，佢哋顧問會睇招標前睇標書啦，回標之後嘅分析啦，咁就係呢份表啦。咁就第一市建局咧，我哋應該就係、我哋幾時截標啊？我哋今次嘅招標之後啦。
咁你幫我睇翻幾次？咁啊，我哋做一份大家參加咗招標妥富興樓驗樓項目啦，咁就一共有16間承建商投標。咁就翻16間承建商，我哋做咗所有公司嘅總價表啦、分析啊、比較等等啦。咁啊，市建局嘅獨立顧問啦，即係頭先講啦，咁佢哋就翻最平嗰間啫，就翻最平嗰間咧，咁佢就做翻個分析比較。咁啊，頭先阿小姐提及啦，咁啊乜嘢項目平過佢，邊啲個項目啊貴過佢，總價就平過佢幾多 percent， 就係呢個主要係咁嘅份表。呢份嘅獨立報告表純粹係為翻回標嘅最平嗰間做比較，最平嗰間唔一定係你揀嗰間。只不過市建局用最平嗰間同佢個獨立顧問做個比較。好啦，另外第二，如果大家睇翻佢份表啦，咁同埋我哋嘅總價表咧，其實有少少出入嘅，因為佢個資助表就係1、2、3、4、5、6、7，即係大家1至到7項就係資助項目。咁所以啊，就翻資助項目，市建局就476，承建商回標價就393。咁但同承建商第一標啊，佢總回標價係413萬，點解咧？佢仲有其他啲咩鐵器啊、沖廁喉，唔係資助項目，所以咧sorry，應該係1、2、3、4、5、6。佢有啲項目咧就係扣咗喺消防項目入邊，咁所以咧喺大維修資助就應該叫一般措施內外牆、油油換渠、防水沖廁鐵器都可以攞到資助，唯獨係安拆期間打拆冷氣機個保護咧就唔可以攞資助。咁嗰個幾錢咧？12,000到啦，12,500。好啦，消防資助咁其實今次會做埋屋宇署防火組嘅命令啦，包括咗門窗板。雖然啦做完之後係解到屋宇署嘅防火組命令，但係攞唔到個消防資助住。因為要做埋個消防工程2 part 解晒，先至可以攞到第2 round 嘅資助。咁第2 round 嘅資助，咁其實而家啱啱批完職，咁準備就會同法團商討標書，就好似先前一樣啦。招標妥去俾市建去安排招標、回標，再揀啲承建商。今次純粹做驗樓，就主要係做緊咩咧？搭棚保險、石屎油油換渠、地渠、防煙門、樓梯窗、防火板、防水工程、沖廁水喉、鐵器翻新，就係做呢個項目。咁啊，市建局招標妥，如果全部做晒，獨立顧問估價就係5,267,338，最平嗰間承建商就係4,138,050蚊。咁呢個純粹係價錢比較，冇任何架構分析，一啲嘅其他嘅報告喺入邊，純粹價錢嗰個差異比較嘅啫。咁啊當然啦，大家可以揀最貴，有得揀最平，或者揀一啲市建價錢啱價嘅承建商，陣間再慢慢去解釋。咁呢份報告就係純粹為咗最平嗰間承建商嘅標書同市建獨立顧問一個比較表嚟嘅。其他咁多位業主明唔明白啊？如果有問題，依家可以提出。即係789係唔包其他，唔包大維修，因為門窗板佢勾咗喺後邊。係消防嗰個。喺後邊第5頁咧，佢搬咗喺後邊第5頁。門窗板換渠係1頁，跟住門窗板1頁，跟住大維修項目1頁。即係如果你大家頭先揸住市建報告咧，第2頁嘅資助純粹係一啲樓宇維修，第4頁講嘅項目就純粹係消防嘅屋宇署防火組嘅項目。再加埋第5頁後邊有個排水渠嘅資助項目，咁前後有3個計劃嘅資助。我俾呢份咧，唔使，我呢份，我有 PDF。咁如果冇問題，就下個環節。就市建局講嘅資助計劃。獨立顧問有冇特別嘢要問？如果冇嘅就會獨立顧問就可能會離開先，就到市建局。好，應該。好，thank you，唔該晒。咁頭先嗰份分析報告咧都講咗啦，咁我都想補充翻少少嘅。咁你見到咧，佢咧其實拆咗唔同資助計劃咧去做一個比較嘅。咁他日如果你哋陣間應該話陣間轉頭你揀嗰個承辦商，如果個價錢係高於我哋獨立顧問嗰個估價咧，日後計算資助咧就會用獨立顧問嗰個價錢做基準去計算。好，唔該晒。獨立顧問同你揀翻嚟嗰個合約價錢以較低者為準，得唔得先？即係我哋揀嗰個，如果相差得越遠嘅，我哋資助就會唔足咯，基本係嘛？係啦，我哋貴過佢。係啦，打個比喻，即係第一個樓宇更新大行動同埋公共地方維修資助啦。咁譬如嗰檔你揀佢而家470幾萬啊嘛，獨立顧問。咁如果你用揀咗間翻嚟，可能500萬嘅高過嘅，咁佢都會用470幾萬嗰個做 base 咧去計嗰個資助計劃。明白。係啦，咁有機會咧就佢覺得有機會會攞唔足嗰個上限咯。係啦，係啦，咁樣嘅。但係基本上嗰個上限都唔係太大嘅，基本上都應該。更新大行動係咯，更新大行動咧，咁我順便講埋資助啦，係啦。咁我係市建局嚟嘅，咁咧就其實就住今次呢單大維修咧，其實你哋申請咗幾項嘅資助啦，就包括即係樓宇更新大行動2.0啦，公共地方維修資助啦、排水系統啦，咁啊消防頭先就有一部分聽到啦，之後就即係做埋消防處個 part 咧，就都可以攞埋嗰個資助嘅。咁咧就先講啲簡單啲嘅啦，就住排水系統工程咧，咁其實你哋嗰個上限
資助整個大廈，咁嗰度咧就係25萬嘅，係啦25萬嘅。咁另外公共地方維修資助啦，連埋環保工程咧，咁每個成座大廈計，咁就係15萬加7萬5，即係22.5萬，咁都係日後咧入翻去法團戶口嘅。咁個別單位業主咧就唔需要額外申請嘅，呢個即係純粹話翻俾你聽有呢啲資助嘅啫。咁另外有一個叫做樓宇更新大行動2.0，係啦，樓宇更新大行動2.0嗰個資助咧，咁咧就法團代表咗你哋申請啦，即係攞到嗰個資格啦。咁但係咧，你哋都要咧到陣時咧要去入表申請嘅，因為呢個計劃咧其實業主咧有一個要求嘅。就係話個單位要自住嘅，係啦。咁如果單位我出租咗或者點樣咧，咁就唔符合個資格申請嘅，係啦。咁嗰個咧，如果長者單位又係自住咧，就係即係維修費用嘅全數啦，或者係上限5萬蚊，係啦。咁如果單位係自住，但係業主未夠60歲嘅，就係工程金額嘅80%，上限4萬蚊。咁呢個咧就係要你哋自己入表申請嘅。得唔得先？係啦，咁入表申請咧都有個時間限制嘅，就係你哋出咗嗰個分攤通告夾數嗰張通告，應該如無意外律師又出個封咧，起計咧2個月內，咁就要向我哋市建局遞交申請嘅。咁過咗期咧就申請唔到㗎啦。咁所以呢度咧即係趁住業主大會咧都同大家講翻。個分攤係由第一次分攤就開始遞表。出表嗰日，出表嗰日係即係假設12月1號出嗰個律師集資通告，咁你就要喺2月1號呢個2月1號內要申請㗎啦，要填表係啦，要填表申請。你出咗分攤通告，你下個月先開始夾錢嘅，我哋都係計發出日期嘅。係啦咁樣咯。所以你哋如果出咗分攤通告就盡早通知我哋啦。咁當時我哋就封信寫翻個信箱嘅。咁佢哋如果即係認為自己合資格嘅，咁就個別遞交申請咁樣咯。明白。表格係喺邊度？到陣時你哋有冇管理員嗰啲㗎？冇管理員。即係都冇一個位置可以擺嘢，純粹係攝法團信箱。係。當時我哋可能攝幾份喺法團信箱咯。其實嗰封信咧，佢後面有個 QR code 㗎。你一掃落去咧，其實就填翻自己個名同身份證已經可以遞交。你掃完之後，其實已經幫你填晒大廈嗰啲資料㗎。總之係符合60歲以上嘅業主。自住。係啦，咁佢要你攞翻最近期嗰啲住址證明嘅。即係佢地址住證啊、差餉啊咁諸如此類。譬如差餉單，譬如我哋係聯名嘅，我淨係得我太太個名嘅啫。咁嗰啲即係你個單位係聯名，係咪太太咁？其實都得嘅，係啦。咁嗰陣時可能審批部門可能叫你攞埋一張住址證明、水電煤或者係你個名咁樣。嘅意思係咪即係其中一個業主申請就可以啊？係嘅，因為如果譬如有啲單位係長者同個後生聯名咧，咁其實長者申請都可以攞全數㗎啦。哦。係啦咁樣咯。即係唔需要資產審查。呢個唔使嘅，係啦，資產審查係另外一個計劃。咁如果你哋有需要都可以另外再申請。係啦，咁嗰個就員工之前申請都得嘅。即係呢個總之你原本60歲，就算其實唔夠60歲都可以申請嘅，少啲㗎嘛。如果唔夠60歲都有4萬8成，係啦，只不過夠60歲就5萬蚊全數，即係上限5萬蚊。即係上限。總之你單位係自住嘅，其實都已經可以申請。頭先佢所講咧，咁如果等翻好似你講嗰個表咧 A 嗰個咧，就按業權份數，呢啲係非。不如係啦，因為點解咧？因為真心係市建局就可能比較官腔少少。咁啊，其實而家第一，大家趁大會啦，法團喺未維修之前已經參加咗市建局啲資助計劃，包括咗大維修資助、排水渠資助，咁同埋消防資助。咁今次嘅消防資助係攞唔到住，因為要等埋消防嘅工程令嘅先解到嘅。好啦，大維修資助其實有分兩隻，一個咧就係整體維修資助22萬5成棟樓。點解22萬5咧？就係15萬維修，7萬5就環保油漆，就加埋22萬5。呢22萬5啱咩人用咧？出租、地鋪、出租同地鋪。咁因為呢啲唔係自住單位，咁所以呢22萬5係成個大廈的話，咁就平除翻大家2186份業權的話。咁啊，大家就乘翻你嗰個，除翻22萬5除2186，咁啊，我打個譬如啊，如果住宅單位啊，22萬5千除2186，乘中間位啊28份啦，有大有細份。如果大家普通單位、住宅單位出租嘅，你喺維修入邊應該攞到2800幾蚊資助，用業權份數計啊嘛，咁啊2800幾。但係遞翻轉啦，如果你單位業主係自住，自己去住冇租俾人，又唔係商鋪的話，你就唔係攞2800啦，你就攞緊4萬或者5萬。幾時5萬咧？就係夠60歲。幾時4萬咧？就係唔夠60歲。咁自住意思係自己喺度住或者近親喺度住，
即係老豆名阿仔住都係當自住嘅。咁但係前提就係你冇參加過市建局喺出邊其他維修嘅資助，即係陳大文喺度有個富興樓單位，陳大文唔好喺其他大廈申請個叫自住單位就得㗎啦。即係一個人唔會有兩個單位自住，咁啊市建局只限認一次嘅啫。你喺今次呢度申請咗，其他大廈申請唔到。即係如果你有其他物業的話，咁啊自住單位有5萬或者4萬，出租單位就應該就大家用225000除以180咯，應該因為你夾錢用業權份數除啊嘛。225000除以160，每一份就應該有102蚊，就乘翻28份，頭先我咁樣乘出嚟嘅。好啦，另外一個啦，唔理你自唔自住嘅，即係你出租自住商鋪都好，成個大廈平除嘅，就係排水渠資助25萬。排水渠資助係咩咧？地面以上嘅污水喉、雨水喉，或者地底以下嘅沙井地渠嘅維修，成個大廈可以攞到25萬。咁當然啦，咩8成嗰啲你一定攞盡嘅，今次一定攞到嘅。好啦，第二啦，咁25萬嘅排水渠資助，咁呢個咧就唔分自唔自住，25萬啦。我用25萬去除翻2186，每一份就可以攞到114蚊。如果用翻出租單位嘅住宅計，大家可以攞到3200蚊。即是如果出租嘅住宅單位，你嘅維修費加埋排水渠資助，你攞到6000蚊到啦，6000蚊到。但係如果你份數大，就乘得大嘅，即係你有唔同嘅業權份數，譬如話好似劉生啲300份、200份、100幾份，就乘翻你嘅份數，除以160去乘嘅。咁啊，呢個就咁樣計法啦。咁如果自住業主，簡單講啦，你有5萬就攞埋3000蚊排水渠，即係你今次維修資助有53000到啦。但係呢個係上限數，即係唔會攞多過53000。我諗大家因為中間有啲計法唔同，你預少啲啊，你預5萬蚊至53000到，即係可能有1000幾百嘅出入嘅計劃，有少少嘅計法係不同嘅。咁但係大家放心，自住業主連埋排水渠，咁你有幾多錢資助咧？我估5萬至53000，咁你預52000幾 around 呢咁嘅數到咯。咁呢一個就係今次你哋喺維修期間市建局俾你資助，重點就係市建你揀平過去，你資助會按比例或者按嘅計法只會下調。但係你揀得貴個市建，即係揀市建526萬，你大咗，你揀緊626萬，你個維修費嘅資助唔會多嘅。但係你揀平嘅就會少，呢個就係市建嘅計劃嗰個精髓。第二就係大家要先夾錢，做完維修解完令，法團先至填表同市建局去申請索款嘅。咁呢個就係亦都維修計劃，每個大廈都咁樣做。通過維修先做先夾錢先找數先解令後攞錢。咁同埋啦，自住業主因為冇人知啊，即係市建局唔知，我唔知，法團唔知邊個自唔自住。咁所以啦，大家要自己個別填表去參加嘅自住表格。打個譬如啊，今日叫做11月尾啦，通過我哋嗰個大維修，真係揀承建商，我做得合約1個禮拜俾市建局。市建局一般嚟講係睇2個月，即係12月睇到2月。大家正式簽合約，因為2月我一過年就應該簽合約3月。呢個補充少少，而家係簽約佢合約先交你嘅，即係變相你哋今日簽咗合約先俾你睇。明白。係。咁即係如果你過咗譬如1個月冷靜期，就可以簽約啦。係啦。咁如果按翻個比例就咩咧？如果11月尾我哋做完合約，法團開會簽啦，可能聖誕前簽啦，我當你聖誕前簽合約啦，12月尾簽合約啦，跟住俾市建去睇合約。咁啊，大家出一份集資通告咧，我預算應該過年前唔會開啦，過年後先開啦。咁就應該2月頭到會出集資通告，2月頭到啦。咁啊，叫啲業主就3月頭去交維修費。咁所以啦，大家份自住表格，你要喺4月1號或之前，你就要填啊。大約睇翻 put 落去嘅日子就係12月尾簽約，跟住俾市建局睇完之後，啱啱又過年後先開工。因為一份通告一出，大家要夾錢啊嘛。咁我建議大家份通告就遲啲出，橫掂份通告都係遲啲先開工，唔使咁早夾啊。我建議大家就應該3月尾前交底，3月頭交底期，4月尾、5月尾、6月，應該話3月1、4月1、5月1、6月1收錢。咁份通告就應該2月頭出，你填表就變咗4月填啦。咁成個流程表日後我哋都會出份通告跳樓梯，提大家今個月會做啲乜嘢。咁尤其是如果係自住業主要填表，我就會放大佢同埋熒光筆貼喺樓梯，等你知道喂嗰時要填表。你自己填又得，我哋教你填又得，你揾市建局填亦都可以。咁只不過總之要填表，就要攞個45000萬。如果你唔填，就跌落去普通維修啦，225000即係3000零蚊嗰份。如果你有填，就知你自住，咁佢就會同你對翻啲資料之後就維修之後俾45000你啦。就係咁。如果唔填，就大家當出租；如果填，申請舉手自己自住，你另外啲團體份表。其實個填表嘅限期係你法團係出咗，叫你交錢嗰封信2個月內。2個月內。係。咁係可以網上填。可以網上填㗎啦，而家。即係你有個 QR code。係啊，市建局有 QR code。出咗嗰份表，咁你填完之後唔夠資料，佢都揾你，總之肯交就得啦，要交就得啦。其實咧，應該法團咧都會適時咧喺個業主群組又或者通告欄嗰度咧通知翻大家到咁上下一定要做啲咩嘢啦，咁樣都應該會咁樣做嘅，係啦。
尤其是其實講緊大家係本身自住嘅，個個都好重要啦。對於佢哋嚟講呢個資助係啦，咁就係啦，所以就差唔多成份維修費唔使交。係啦，咁所以都法團都會提你哋嘅，提大家嘅。嗱，有咩唔明都可以問翻法團嘅，亦都係啦。我想問，如果鋪位出租嗰啲就冇啦，唔使。唔使填啊？乜如果係商鋪或者商業單位出租啲就全部唔使填嘅，佢自動會自動用大數去嘅。維修入啊，法團外口法團俾翻。我想你講多一次慢少少，我想你寫低嗰個時間表，因為你講話我而家即係 let's say 嘅，我當法團同承建商簽約，我預算啦，而家叫做我諗1月頭啊簽合約，因為做得合約嚟冷靜期1個月，12月尾啱啱有假期嗰啲，我講1月頭簽約啦，俾得市建去睇，即係1月頭簽約就應該市建去睇合約就應該2個月到啦，咁係咪應該大咗啦？唔係你簽完先交嚟㗎。我當1月頭簽約啦，簽完之後俾市建啦。係啦。咁啊，我哋幾時出集資通告咧？就應該2月1號2月頭啦，就開始叫啲人準備交錢啦。咁第一期幾時要交咧？即係出通告2月1收錢，我估第一期應該係3月1前要交第一期。4月1、5月1或者6月1，陣間唔知分3期收定分4期收啦。咁我預算大家係12月做文件，過完冷靜期1月頭簽約。呢單工程我預算係3月開工。咁一陣稍後我哋可以有時間再討論翻係啦集資嘅細開細工安排啊。咁依家就集中翻我哋睇下對於市建局嗰個問題，仲有冇問題要提出？因為市建局其實今次咧就係統籌我哋今次嗰個維修項目啦，同埋會有資助啦，咁樣樣就係圍繞住呢啲嘅項目，你哋有冇啲咩問題？同埋如果自住個老人家有需要，仲有額外一個8萬蚊嘅計劃。咁但係嗰個又要審查，4萬5萬不需要審查。總之係自住，即係成日講李嘉誠一個單位喺度住都有4萬5萬嘅。但係如果啲老人家真係低收入或者攞緊啲綜援資助嘅，佢可以額外攞多8萬嘅。咁但係要另外填表咯，要審查嘅呢個就4萬5萬唔審查。如果大家想額外8萬就要審查，但係因為你個維修費今次你連埋佢都係5萬幾，就應該唔應適用啦。暫時應該今次就你得5萬幾蚊維修費，你嘅資助如果自住老人家有5萬3，其實大家1000幾百就未必啱用。下一次消防就啱用。另外，邱小姐，我哋裏邊有啲業主就係長者，咁就之前都曾經申請過市建局嘅普通自己自住單位維修嘅資助。係，即係都係嗰8萬嘅資助。係嗰8萬嚟㗎。同一個嚟。但係佢嗰個係自己單位去做大廈維修。唔關自 OBB 2.0，係關嗰8萬。即係大家就冇影響㗎啦，嗰個就冇衝突㗎。冇衝突。即係譬如你嗰次可能做個單位裝修嘅，咁可能 cam 咗4萬嘅，其實你有4萬蚊，你可以今次申請又得，或者佢或者係消防嘅時候有個尾數。咁你都可以申請，因為消防嗰度其實你哋應該係47萬嘅啫嘛上限，即係成個大廈啦，6成上限47萬，咁就應該一定唔夠冚嘅，即係嗰個資助。咁當時如果即係長者自己有需要嘅，咁當時就遞交翻嗰個申請。哦，好。咁嗰個資產都講少少咧，因為個消防其實我哋之前咧都出咗一張叫做最後限期啦。係。8月30日係啦，咁批咗圖啱啱有準備。係啦，咁8月31號咧就要開到業主大會揀到嗰個消防承辦商㗎啦。咁之前你哋應該都申請咗個招標圖咧，即係叫做拆標啦，即係今次再入多次。係啦。咁其實有啲文件未簽翻嚟嘅，所以我今日都帶咗落嚟睇下你哋簽唔簽到，係我擺低。因為你授權咗3位，應該係咪主席周生，有個楊生，仲有吳女士。今日冇到。冇到，咁要補翻嚟咯。係咪簽就係3個先得要？係啊，佢授權咗3個。不如趁今日阿主席同楊生喺度，不如吸引簽名邊個位咁放低俾佢等佢清楚。如果大家唔介意，2分鐘時間。你講住先啦。冇乜特別嘅。自己簽咗之後，至少唔使翻嚟再補問邊個位吸引簽名。但係消防未定啊嘛啲嘢。佢個計劃，你參加個計劃所需嘅。頭先你講係話入咗職㗎啦嘛。入咗職，佢要8月31號前請到承建商，即係開大會傾。咁其實因為過咗啦。過下次我哋傾標書就係俾佢提標書，但係我哋上次講係傾緊一個水缸同埋水泵，佢點樣寫本標書。係。咁簽約個會順便傾埋消防下一次。如果今日通過咗呢個。我有少少意見嘅，係啊，因為我覺得好似唔係咁 match 好似時間。其實係 OK 嘅，可以啊 match 到8月一定得。即係26年開到業主大會，揀到嗰個消防承辦商。消防啊嘛。
消防係批咗圖寫咗本標俾市建睇，睇完先至可以照，唔係。你指維修定消防？如果維修啊，我當你3月開工啦，3月開工你做到8月至9月度啊，大佬。8至8，講你預5個月度咯，5個月其實，因為中間我預埋啲雨水天啊、長假期啊，會接嗰啲唔計工作嘅。應該就中秋前整晒上去。舊年已經收晒。3月頭正常嗰做4個月，咁啊中間連埋清場解令文件啊、做報告啊，跟住先至做。我估3月至8月5個月我完全係咪180定120？同埋第二法團嗰邊都仲有啲縮短個工期嘅，但係剩翻承建商嗰時就係簽咗時講嘅話，我哋希望係120，即是5個月度，啱120工作天，即是4、3、1、12 5個月。扣工嘅120工作天，即係但係5個月嘅日曆天，5個月。紅日唔計，放紅假即係放假。咁同埋有時如果你哋，因為我知你法團唔知係咪星期6日，呢度係咪星期6日唔開工係咪？唔係未放實嘅。先前喺度唔知咩咯，有啲大廈星期6講明唔俾開工，有啲你冇就有啲講明星期6又唔俾開工，就咗一次。上次5至8月你講到，唔係3至8月入一次。如果嗱我預算啦，而家入職招標，如果消防開工，我諗應該10月，下年嘅10月。下年10月先至開，因為8月尾要揀。咁啊，我當你因為有招標、回標、建標大會，在呢度玩半年度啦，就應該維修做完就啱啱開消防，應該10月到啦消防。消防就實際如果做嘢，我估2個月。消防好簡單，60天，我諗2、3月下年開農曆年前消防。因為消防就應該純粹係天際風光同埋做後碌同埋做呢個3個字。咁啊應該如果我哋下次開會講完份 tender， 俾市建局你睇，市建局我諗你招標應該3月。我估3月招標。咁啊消防招，咁啊回標分析咗大會就應該5、6月。我都會簽個證，我呢份文件你要留翻俾我第3個。嗰個牌就即係咁話法啦，加入幾時到幾時咧？你指維修牌？3月至8月。之後消防需要。消防就唔使牌。今次會做。即係心理準備，乜嘢年份、咩月份做啲乜嘢工程預期，或者做維修、清消防，定係定消防，定係消防開工。今日我哋就先前大家之前咁多次開會之後，就今日定維修，跟住做文件，做得文件嚟就啱啱又聖誕又過年，所以變咗3月開工啦。我預算嘅地方。同埋佢哋啲棚竹先前都經過啦，而家因為啲技術上，大部分嘅竹唔需要動靜喺門口，可以有啲係佢可以避到正門，除非門口好大，如果唔係都10零尺避到嘅。但有幾支大竹點都要落地，跟住9比價再先。咁啊，地鋪主要嘅門口出入一定可以避到出入，即係正門口，即係唔會零零舍舍門口啲竹由左鋪頭由左邊，呢個一定唔會。但係個門口隔離兩邊有冇可唔可以冇竹咧就唔敢講。我哋要通知定咗時間，承建商開工前就夾埋啲擺竹位置啊、啲竹擺邊啊、保安啊、照明啊、射燈啊點樣夾，嗰時會做，即係定咗邊間先至知道邊間間。我諗你其實定咗開工點樣有我知。開工前會再開多會，即係大家開工前。你定咗竹棚點嘅位，我知同嗰個竹棚變咗。可以啊。費事咪大家去。傾完之後又唔知大家有咩意見啊？點樣講？你睇呢份表好啲，要用呢份表編翻啲單位20396，再加咗邊？加咗嘅。加咗20396我買埋，你哋3個人嚟。
咁啊唔係396，2801442喎。2801442，我加一，寫翻全名都係一樣啦，簽名㗎嘛。 96加1就咁呢個我哋收翻正。安全一份。因為之前黃山 pass 咗之後，哦，係啊，可以。冇嘢。我冇。咁有咩電話？係有咩再電話連？咁出咗夾數通告就盡早通知我哋咯。好，唔該晒。好，唔該晒。唔該。係傾埋嘅先。咁啊資助計劃啦，咁大家有概念啦，之後定期都會提大家咁啊幾時填表啊？你要乜嘢嘅業主自唔自住啊？要填乜嘢表我哋㗎？好啦，就翻先前嘅投標啦，就試驗講啦，我哋要揾最平嗰5間建啦。咁啊法團亦都揾咗最平嗰5間，再加嘅承建商建表係邊啲咧？就先前我哋睇份表，你見喺公司名上邊就係我哋有約佢嚟開會嘅，就係1、2、3、4、5、6、7，再加9號嘅承建商。咁啊名我唔讀啦。1、2、3、4、5、6、7同埋第9標嘅承建商，我哋有約佢嚟開會。第一間上邊就寫咧缺席嘅，咁我哋有約佢冇嚟開會嘅就1號。咁啊2、3、4、5、6、7同9都有嚟開會。我哋將佢嘅價錢嘅總表就列咗出嚟啦。咁啊方便大家睇，黃色嗰行我哋萬景嘅股價，即係咩價嘅股價567萬，市建局獨立顧問嘅股價526萬。咁點解會貴咗8%、7%？就大家明白啦，始終政府工程啦，咁啊佢哋政府估價就保守啲，即係實能實落1cm，可能18cm，但係我哋叫私人公司啦，咁我哋都會預翻少少嘅風險啦、損耗啦。咁其實如果大家睇個中位數526同567，中間如果我哋預算啦，即係個中位數就係上邊啦，547萬1544，純粹參考㗎咋。但係如果你揀平過526萬，大家嘅資助亦都會按比例，應該大約按比例可能少啲嘅。但係揀貴個資助唔會多嘅，咁大家好多法團都係圍住個市建價錢平啲去揀。咁啊，正如翻我哋面試嘅承建商，大部分喺6號或以下，係咪6號？係啊，6號或以下係平過市建，第7同第9係貴過市建。但當然啦，法團就希望了解多啲、聽多啲，咁我哋都有錄影啊、有錄音啊，日後做翻個記錄。6號或以下係平過市建，7號、8號、9號去到你揀，唔一定要7、9嘅。你可以揀16都得嘅，即係有啲業主喂，我喺其他出邊大廈做過嗰間好喎，15、16啊，12間都揀得，但只不過法團按翻市建要求，最平5間，再加合理價錢去建個標。下邊嗰個彩虹嗰個表，好似好多顏色嗰份表咧，就方便翻大家業主你幾多份就方便大家睇啦，因為你特別啲嘅，你哋有23份、24份、25、27冇人啊，冇人，去到32份不等。跟住下邊有啲商鋪嘅144、211、272、396亦都有，大家你嘅份數打橫睇就係你份數，上面就係間公司，即係如果全部做晒，你揀邊一間你就大約知道要夾幾多錢。咁呢個亦都係民政處新例，就係大家份派資料上，大家要寫翻每份業權，你哋要知道大家夾幾多錢。簡單啲，我當啊，去到市建個價錢526萬，最近嗰間應該就叫做港林，當港林啊，當㗎，唔係一定叫你揀啦，當港林。如果你揀港林，你大約夾緊54000、56000。至到去大份數嘅32份嘅75000，即係54000至75000不等，就視乎翻你業權份數。但頭先講啦，大家有個維修嘅資助。頭先講，如果大家有60歲，你有排水渠，你有53000蚊倒墊底嘅。即係如果你揀間1號盛世，喂我價錢行先，咁你根本成批維修費唔使㗎。但係盛世冇嚟開會嘅。咁但當然啦，個價錢嘅差異就係見到410、480、490、500、513萬、518萬。去到530萬嘅承建商，大家每一個業權份數攤分，呢份表。好啦，呢份表之後，咁啊呢份表純粹係價錢分析嘅啫，即係1號係第1平，2號第2平，3號第3平，冇一個公司架構分析嘅。咁啊後邊第2就係價錢，第9標就係16標嘅承建商價錢嘅分佈啦。你揀邊一間，每一份數要夾幾多錢，大家就喺後邊嗰個顏色表就睇到啦。咁啊同一個睇法，我就唔解釋啦。
後邊一個冇價錢嘅綠色格仔表，見到好多嗰度。綠色格仔表冇價錢格仔表。咁啊，呢一個咧就我哋將最平嗰間盛世、創建、德昌、海德智、星基、港林、新貴，至到最尾嗰間都做咗一個資料分析。呢啲資料分析就係咩咧？去投標期間嘅資料簡介，去市場上一啲嘅商業記錄，包括咗訴訟記錄或者工程嘅履歷，再加埋我哋面試冇面試啊，純粹我哋將佢啲嘅簡介架構做咗份總表。打個譬如創建盛世最平嗰間，佢有資料最大嗰間工程就做過268萬，冇法團推薦信，但係佢係冇嚟面試嘅，即係間公司架構。跟住就創建就有商業登記、有建築牌、有成立年份、電牌等等。佢工程履歷有間叫做寶豐園6500萬，但係我哋就睇唔到有同區。咁同區點解冇咧？就因為真心嘅上水粉嶺、大埔上水粉嶺啦，我哋計。咁大家冇一啲嘅工程嘅 reference 喺公司簡介見到，咁好正常，因為大家可能始終佢哋做啲市區樓多啲啦。咁但係後邊有啲紅色嘅 comment 啦，創建嘅。佢曾經喺講過佢哋簡介或者面試入邊都講過寶豐園，但寶豐園咧，我哋查翻記錄咧，寶豐園其實佢哋係屬於一個分判商，即係唔係大判嚟嘅，即係唔係簽合約落筆嗰個。第二，寶豐園最尾嗰個大判啦，就被法團終止合約記錄嘅，即係我哋嘅爛尾，即係嗰個法團唔知間公司執，應該我冇記錯，係大判公司清盤，被人清盤，所以佢係完到，但係寶豐園做分判嘅。德昌有交標書，但冇電牌、冇水喉牌、冇同區履歷，但係佢公司後邊有啦。有4單法團嘅訴訟記錄，1單僱傭補償，7單小額錢債，5單涉及法團嘅小額錢債，有18單嘅勞資糾紛，咁即係話工人告公司冇糧出啊，有汗出冇糧出嗰啲咯。海德智你見普均資料都齊，但係佢曾經有一單嘅法庭嘅高等法院，即係過100萬嘅索償記錄，咁同埋就我哋有一啲就係法團同佢嘅終止合約記錄，咁嗰單就係我哋做顧問，法團等佢4年都做唔到份消防工程。海德智同埋第二市建局。最新消息即係上個禮拜同市建局開會，市建局通知啦，海德智係冇咗屋宇署持牌人認可人個認可人士資格，即係冇咗個持牌人。佢係一間有商業登記、有建築牌、冇一個持牌人嘅公司，佢幫唔到你解離，同埋幫唔到你攞資助。但係佢有落標，咁都係有間你可以揀佢，但係大家知道你俾完錢做完工程係解唔到令同解，攞唔到資助。市建局提嘅上禮拜，星基有啲資料佢冇交，冇電牌、冇水喉牌，但係我哋查出嚟就冇現階段冇訴訟記錄。港林新貴都一樣啦，冇一啲嘅訴訟記錄啊資料啦。大富我哋冇見，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價錢係雖然接近市建，但係有訴訟記錄。咁法團見到第9標嘅樹森，咁點解我哋都見咧？就因為先前我哋喺分析期間啦，都有啲業主們提及啦，因為係見到佢哋嘅投標期間認真，所以都想約佢嚟了解下。所以我哋9號都有見嘅。咁如果睇價錢，1號最平，18最貴。如果睇新聞、睇架構、睇訴訟記錄，就右手邊嗰行；睇文件、睇資料、睇公司規模，就睇個履歷。咁另外啦，有個行叫做銀行證明，即係話佢公司有冇錢同埋有幾多錢。咁你見到啦，譬如話低7位，即係100萬至300萬。如果係你見到低8位，即係1000萬至3000萬嘅工程，即係銀行通訊證明啦。中7位嘅就係400至600萬啦。呢啲就係銀行證明。咁隔離嘅法團推薦信係乜嘢咧？即係以前你做得維修幾叻都好啦，咁我哋就嚟數近3年，點解咧？有驗樓力，有市建資助，你完到嘅大廈嘅法團嘅確認啦，即係唔好話真係做得係咪真係叫好咧？就係確認佢真係做過，正正常常都有啲嘅推薦信。即係你做100單工程，一封推薦信都冇嘅，即係大部分做得唔好啦。咁如果推薦信最多嘅就應該係1至9入邊就最多係6號啦，港林啦。如果係1至9入邊公司最多錢嘅海德智，但係佢哋有爛尾同埋有訴訟嘅，係啦。咁如果係冇推薦信嘅就係1號、4號同埋8號，即係話頭先講爛尾嗰間啦，冇法團推薦信嘅。咁另外就唔同嘅工程履歷啦。如果盛世就最未試過大概300萬，其他嘅公司都照過有500萬或以上都有能力做到啦。就新貴係少啲啦，470幾萬。但係我哋知佢有啲大啲銀碼，佢冇寫落去，咁我哋都當然唔會幫 update 啦。佢有寫落去嘅，我哋先攤落去。咁呢個就係公司嘅架構總表啦。睇價錢就前面，睇間公司過往近期嘅歷史就睇後邊。如果市建價錢估價下，大家資助不受影響嘅就應該6號或以下。如果揀7號或以上，大家嘅資助係唔會額外多而貴過市建。呢個就係嗰個價錢總表啦。好啦，我諗都大方向講一講我哋做乜嘢工程項目啦，好嘛？我哋係咪投票表？其實我諗大家揸住份投票表，可以啊。多謝工具啊！
啲資料當然啦，大家業主有知情權，大家啲公司架構背景資料咧，我都建議大家係純粹係當參考，就唔好攞去其他大廈用。喂，阿萬景話佢有訴訟喎，你唔知嘅咩顧問，咁就尷尬少少。即係大家純粹富興樓維修用好啦。我話佢有訴訟，可能其他顧問覺得佢啲訴訟不待如是嘅，咁我覺得唔好拎喺其他大廈做一個比較表用啊，純粹富興樓用。好，咁啊。其實做啲乜嘢咧？咁啊，我諗阿楊生主席啊，或者阿劉生都知啦。咁後邊啲業主，如果想高估翻我哋先前開會講過嘅項目咧，其實最直接就揸住翻份投票表，即係等大家知道你投票嗰時就知道投緊乜嘢。投票表嘅第一張就係講我哋一啲嘅驗樓項目，搭棚啦、政府徵費啦、臨時保證履約保證啦，即係bond啦、臨時水電、拆棚、小型工程、安放物料、工業安全、管工、地盤清理同埋一啲嘅工程所需嘅圖則。外內牆嘅結構批盪、裂縫嘅修葺、油漆翻新。咁啊，今次我哋外牆有支皮石，我哋會填充劑用油漆翻新。內牆嘅就見爛補爛之後就要用一個基本普通嘅油漆翻新。地面以上嘅渠全部換，地底以下嘅渠就跟報告換，有啲掘、有啲拉、有啲通、有啲洗。樓上嘅你哋有兩條樓梯、門、窗同埋樓梯入邊，喺樓梯防煙門入邊嘅電線就封。喺樓梯入完份防煙門去你單位嗰個 lobby 入邊嘅電線不需要封，將我大咁寫嘅。天台門、地下嗰啲嘅唔同通道啦，下邊都寫咗㗎啦。換樓梯窗、換防火板一啲嘅鐵器維修，就係我哋第一頁會投嘅項目。1、2、3、4、5、6、9。第二項後邊就係做防水啦，7.0，包括咗天面單位嘅 A、B、C、D 嘅地台嘅防水、水缸面嘅防水、水缸內籠防水、水缸沖廁缸防水。有面同膽咯，2樓平台防水，1樓簷篷，即係地鋪出邊老人院對外嗰個簷篷防水。咁另外仲有就係一啲嘅外露嘅防水，就喺唔同嘅位置。咁喺下邊又寫唔到啦。咁另外8就係沖廁喉。咁呢個唔係驗樓要求，亦都唔係咪資助項目啊？幾多條線係咪8.0係咪資助先？下水唔係，頭先聽你講就唔係。係因為8.0唔係驗樓項目，驗樓就係排水嘅啫，供水、食水、鹹水唔係驗樓項目嘅。但係你換唔換？點解會換咧？就好多時有啲法團或者有啲大廈，因為條喉都差唔多咁多年啦，又搭開棚，地下上天台，天台落翻嚟去到廁所邊都係要棚架嘅。咁呢有啲大廈就會換埋。咁有啲大廈就算大家做維修，曾經換過，剛剛換過，或者現階段唔太辣都未必換。咁有啲大廈就一併換，因為要棚架，因為外牆成個蜘蛛網㗎嘛，跟條沖廁所落。咁啊，第一張就投驗樓，第二張就係投防水同埋沖廁喉。咁啊，後邊就揀公司逐張嚟。去到呢度睇下大家有冇問題先，即係唔好揀公司住，總要工程做定唔做？就呢大個。唔係啊，分數。一樓份有咩寫？因為其實部分咗呢度，每人攞表嘅就已經有份數㗎，就加呢份表啦。即係咪要應能夠？係啊。佢慳呢個慳業主。同大家講翻啦，某啲工程咧，因為咧係必須要做嘅，唔做咧就過唔到嗰個驗樓嗰個標準咧，咁就例如即係啲防水啊嗰啲消防啊嗰啲換渠啊嗰啲，咁我攞咗資助就要做啦。咁有啲邊啲係可以做可以唔做嘅咧？例如鐵器翻新啊，又或者鹹水喉系統，因為鹹水我哋本身大廈就冇鹹水噶嘛，我哋都冇用鹹水，全部用淡水噶嘛。咁佢嗰個鹹水系統咧個包括範圍咧就係只係外牆嗰啲黑色嘅鐵喉。咁我哋以前就不嬲都冇用過嘅，但係就喺個內牆嗰度。咁自己個人啦就會覺得你反正都唔用嘅，你重新再裝嘅都係嘥錢嘥氣啦，係咪？咁所以咧就可能會唔會係大家考慮將佢當廢鐵得晒佢，費事佢仲喺外牆嗰度生鏽勾穿咗，係啦。咩鹹水喉係咪講緊？係啦，就令到唔使用鹹水沖廁。係啊，因為冇鹹水供應。你起樓嘅時候，嗰度鹹水喉起樓嘅時候做落㗎嘛，一路都冇用。係成個上水嗰個區都冇鹹水供應。即係唔會有條街喉鹹水俾你哋。冇嘅，係啦。咁所以就而家你外牆嗰條喉都係假嘅。其實係已經用硬㗎啦，爛條揈喺條油，反而要全部將佢清晒佢，當垃圾清晒佢。拆喉，跟住就水缸出入水封埋佢。水缸出入水睇現場環境啦。如果你水喉冇用，條水缸應該都冇用喎，應該。其實咪喺江邊嗰度丟咗佢落翻個級咯。係啦。咁啊當處理佢先咯。咁水缸防水用唔用鹹水缸？一陣間我哋反而我一陣間要傾一傾睇下需唔需要。嗱，因為其實佢水缸裏邊嗰個防水咧，就依家呢一刻咧，佢就冇細分嘅，所以成個 item 防水咧必須要做咧，就一定要通過㗎啦。因為有啲都話講緊啦，唔通過咧就解唔到嗰個令嘅，係啦，唔合乎嗰個大維修標準。即係其實必須要做。
係啦，只不過點樣做，我哋容後再商通過討。咗個方向，跟住個施工方法有啲細則，日後我哋可以彈性啲委員會再出，我哋叫 AI 就去做啲修訂，可以有啲修訂嘅空間。係啦，我哋份合約咧有啲項目咧，如果做少咗咧，係可以減翻錢嘅。就其實呢一個只不過係一個冧心嘅價錢嚟嘅啫。係啦，就算包括外牆嗰啲石屎打鑿嗰啲啦，咁就係啦，可加可減嘅。一陣間我哋會有一個獨立嘅敲牆嘅顧問公司，佢咧就會幫我哋有棚之下嘅情況之下，就去我哋嘅牆嗰度敲，睇下邊度空心。咁咧就圈出個範圍同埋做個報告出嚟。咁總共嗰個石屎數咧，就係將來我哋做大維修嘅時候打鑿嘅範圍同埋石屎數啦。咁嗰個數咧，就如果係即係真正去鑿嘅時候咧，發覺有呢度空鼓喎，冇圈到喎，鑿多咗嘅話咧，咁就係要再按呢個報告嘅數量要加翻錢落去嘅。咁如果係少咗嘅咧，咁啲承建商咧就會減翻嘅。咁但係某啲嘅承建商咧就會有一個叫做封頂，封頂就係話鑿少咗嘅話，咁我就減翻俾你。即係其實顧問圈咗出嚟呢度敲過冇事，唔使鑿啊。咁呢部分嘅錢就平翻。但係按照個顧問圈完其他地方隔離都仲有一幅係空嘅喎，要鑿嘅喎，嗰度鑿多咗，佢唔加錢。咁呢個係叫做石屎打鑿嘅封頂。咁某啲承辦商係有一樣 offer 嘅。我都有份唔決定間做，因為市建局可能唔方便。因為點解咧？我咁講啦，因為市建局嘅招標妥就咩啊？第一，大家招標希望公平，要平一早平，就唔可以議價，即係大家承建商喂唔好諗住喂我貴人20萬，我減21萬就變咗最平啦。咁所以市建公平就喺投標期間，大家不能議價，咁所以啦就不能傾一啲嘅增值，即係送嘢啦。但係你話唔可以講價，好多法團都做到嘅。但係你話送嘢增值，其實好多業主期間我叫你幫手拆個晾衫架。我窗邊一啲室內，即係好簡單，天台漏水，樓下單位啲石屎你幫唔幫撩完之後你幫唔幫執？其實好多時啲業主都會要求承建商幫手，有啲承建商幫，有啲人唔幫。但係呢啲暫時唔可以擺喺合約度。但係日後因為我哋全部有錄音啊，承建商喺面試承諾嘅所有嘢，我哋都講過啦，日後會係工作或者合約一部分嘅，即係你講完日後都要做嘅。但係合約暫時唔會反映啫，因為不能議價。不能增值，即係話喂，你話油油，你送亞仔咁，成個價錢合約唔同咗。咁所以咧，我哋一啲記錄表就話陣間大家去揀公司之前，咁我先至詳細講啦。最緊要決定咗做唔做乜嘢，陣間揀公司之前，陣間再詳細講翻份公司分析，同埋面試期間我哋一啲嘅記錄資料，陣間再同大家講。傾咗個項目工程先啦。咁第一張先。係啦，第一張咁先頭鄧生都解釋過呢個項目由 1.0 去到下低 9.0 呢啲咁嘅設施啦。咁依家好似冇分，有後面係第二張。我哋逐張投、逐張數、逐張收。即係如果真係大家 OK 的話，我哋投就1、2、3、4、5、6、9。係啦，搣出嚟咁啊，我哋收完就按翻正統就點票投票，跟住就投第二張 OK 咗之後就揀公司，咁樣搣出嚟，搣出嚟得㗎啦。剔咗搣第一張，跟住擺入去我哋個箱入邊就得㗎啦。係啦，因為上邊大家望翻有業權份數，就係你係而家逐頁開標，逐頁唱係或者係兩位業主出嚟監票咯。即係第一頁1.1，直接搣得，唔需要就咁，淨係收第一頁嘅啫，搣硬出嚟等我窗度得㗎啦。有其他物業啊？咁啊，照舊數3聲，咁啊期交票，3、2、1接票，咁啊麻煩兩位業主出嚟監票。如果唔介意，不如喺陽山啊，主要前面數一次，跟住係咯，咁咪每一次，大家唔使簽走嚟走去。係啦，咁如果陣間有興趣，我哋又數一次。全部贊成。計咗今日個總業權份數。8806，陣間數一次。再大家時間呢張。
咁啊我一次過最後先至俾你哋簽名。好，擺喺側邊或者擺喺前面之後，唔使安冇。好 OK。成堆擺咗，你唔使用啦。哦，先擺。費事亂嘅啫。好好，一陣間又掹過出嚟簽啊你。邊個？簽個面嘅。好，跟住第二個。阿楊明啊，我撳，係咪就含水喉會唔做啊？主要大部分。如果唔做的話，我撳唔定嗰條數。阿楊明同你講。好，咁啊，頭先啦，啱啱就議程1，咁啊，大廈整體成為維修工程項目啦，1、2、3、4、5、6、9，咁就806份業權贊成，咁啊100% 通過嘅。好，咁啊第二個啦，大家啱啱搣出嚟咧，第二張，咁咧就係講緊7.0項，咁啊防水工程啦，咁我頭先都講咗啦，有部分單位業主可能唔做防水，或者係之後傾過，可能鹹水缸啊、水缸啊等等，有機會有部分唔做嘅話咧，咁我哋頭先都講咗，暫時咧剔咗佢先，大家之後再議決咗咧，我哋再用一個出叫 AI 啦，建築師指示嘅形式咧，就將部分項目咧就扣走，咁就會大家會方便啲，係啦。咁另外就係講咗8.0項啦，咁啊沖廁後啦，咁啊本身大家都係冇用鹹水沖廁嘅，可能唔需要喺今次做呢個項目嘅話咧，咁大家就可以剔反對啦。如果大家唔需要嘅話，咁如果贊成就剔翻贊成嗰格啦，一樣就。好，咁如果大家 OK 咧，一樣都。即係提一提大家，鹹水喉法團建議大家係唔影響解決嘅。唔好換。係啦。鹹水喉就法團傾下就，第一換完都冇用，第二而家外牆咁多年都嘔到爛啦，不如唔好一拆一安啦，即係齋拆唔安。同埋鹹水喉係冇資助嘅。係啦，咁所以鹹水喉大家就唔好唔剔咗。係啊，你而家再做落去咪又係嘥咗佢嘥氣。大家而家沖廁用食水落單位先。係啊。即係第7項就要小心。法團建議大家就冇需要，所以就大家就認真考慮做唔做啊！即係第7項就一定要做嘅。第7項都要做，但8咧就個功能同埋需要上就不大，所以就建議大家考慮下，真係咪唔做咁啊？我贊成唔做，就剔反對，唔好剔錯就一樣。就你決定嘅，你決定咗。出翻話俾你，我贊成唔做。攞嚟解論盡。唔緊要，慢慢嘅路。最醒係你後生嘅就爭嗰個執陣。考試水嚟㗎，提水。個腦已經諗緊下一份同佢諗。頭腦簡單，諗到咁嘅咁。仲差一份。係啊。係。好，咁啊，仲有冇業主未交投票紙？咁啊，3、2、1，截票。有啲業主即係之前可能冇開過會，甚至乎冇接見過承辦商啦。後邊咧就係我哋接見承辦商，佢俾我哋啲 catalog 嘅，有介紹翻佢自己公司啊，又或者佢哋做嗰啲咩工程啊咁樣樣，或者會做一啲工程嘅時候嗰啲細節上係佢點樣安排啊嗰啲，佢有啲交代。你哋想睇可以睇下先。7.0，咁啊都係全部一致贊成嘅。1至7.0做咯，8就唔做啦。係啦，咁啊8就全部都係一致，冇錯，都要俾你睇睇嘅。係啦，咁 OK 呢個可以。咁好，咁但係會跟住面試周條片。因為頭先事件喺度啦，大家講明唔可以送嘢，但嗰日都提過下，佢哋自己提下都冇辦法。咁佢自己提，咁講完之後，我哋有啲記錄嘅，咁又俾大家望一望。嗰日開會，大家如果冇約的話，咁我講過啲乜嘢咧？有份表睇，應該就係。其實咧，我喺個 WhatsApp group 嗰度咧都有即係略略攞咗啲重點出嚟做咗個表 WhatsApp 到出嚟俾大家嘅。睇完翻嚟，唔知我份表有冇出？好，咁啊。呢份表就咩咧？就上邊就有承建商嘅名稱啦。咁其中紅色線係咩咧？因為承建商啦或者顧問公司啦，而家我哋都有個市建局評核，咁啊都係呢個自願申報嘅啫。即係話你可以參加市建局一啲嘅評分，或者唔參加，唔影響落標或者其他嘢嘅。咁如果喺市建局入邊，佢喺個評分表入邊有分嘅，我哋有寫俾大家睇。咁啊，盛世佢冇嚟開會，所以冇嘢寫到出嚟。但係佢係市建局冇評分嘅。如果有評分嘅，就係得海德志、星基、廣林、新貴同樹森。咁如果評分，如果係有評分高分嘅喺市建局評分啊，就係星基同廣林，海德志咧就68，其他公司咧就係冇市建局評分。咁另外啦，喺面試期間，承建商提及佢哋會做嘅其他嘢，或者順便會做埋嘅工程項目，咁包括咗咩棚網啊、安全啊、咩閉路電視啊、
一啲嘅報告啊、文件等等啦。咁我就唔詳細讀啦。入邊就有一啲嘅記錄喺度。我有冇寫漏？其實佢 OK 嘅。我寫漏咗。冇，OK 嘅。咁啊，我哋有佢哋提及嘅嘢，我哋有寫。咁就依個就係面試期間約佢嚟，佢哋有講嘅嘢啦，市建局嘅評分啦，再加埋頭先啊承建商嘅公司架構啊、團隊啊、訴訟記錄啊、員工啊、推薦信等等啦。咁如果啦，頭先講啦，大家應該冇做過鹹水喉啦。如果冇做鹹水喉，市建局嘅股價就變咗係509萬，尾數我唔讀啦，509萬。最平咧盛世，如果唔做鹹水喉，變咗402萬。咁所以其實創建變咗475萬，德昌變咗472萬，變咗第二平就係德昌嘅。如果大家唔做鹹水喉，但係德昌就我記得唔知有訴訟咩㗎先。海德志即係俾公司俾法團炒嘅就487萬，星基即係市建局評分嘅90分嗰間498萬，港林市建局評分100分嗰間就係502萬，跟住就係新貴，去到港林都係平過市建局。我計埋新貴先，記得512萬4千。唔係，呢個係未減鹹水喉㗎嘛？減咗，我減咗。記得5154，5154，690。哦，依家都係一樣啦，6或以下平過市建，第7打上係貴過市建，冇鹹水喉嘅價錢都係咁樣估計。咁大約每間公司少咗1%，2點幾%到，即係大家夾嘅錢亦都會相對少。咁啊，大家揀公司睇價錢啦，睇嗰個嘅公司嘅訴訟啊、員工例子啊、工程履歷啊，係咪分判係咪自己啊，再加市建嘅評分，再加埋面試，咁啊睇下大家有咩睇唔明，我先至逐個解釋。大家當然啦，你唔係一定要揀樹心嘅，你可以揀好食，即係話900幾萬嗰間。咁啊或者喂佢冇嚟，你中意揀盛世亦都得，悉隨尊便，大家可以隨時揀得邊一間。可以投啊？有冇嘢問先？冇嘢問就可以投。咁啊，如果 OK 咧，投完之後擺落箱度，我哋再熟。如果投咗就去擺箱入邊，跟住下一個係咩？隨機嘅。都 OK 嘅，呢個啊嘛。正經係啊。即係開定呢啲，陣間投又方便啲。我喺前邊。市建局評分嚟嘅啫，佢就個驗標準即係驗標準評分。我唔知道咩有標準先。市建局嘅標準，市建局嘅標準都係揀唔揀好撚嘅啫，佢都係。海德志真係要小心啲啊！即係間我都 no comment 啊，海德志冇持牌人就你係做唔到員工後要攞市建局嘅嘢。簽約嗰啲簽唔到。佢係有商業登記，有建築牌。但係喺屋宇署唔認可一個，佢唔知幾時加翻個持牌人落去咯。喺現階段，有訴訟嗰啲不作有啲底花咗，大家都要小心啲嘅。後邊收先啦，唔好劉生買埋都收得。唔好俾壓力。唔好騷擾劉生。係啦，見喺後邊先，唔好俾壓力劉生。咁啊，仲有冇業主未交投票紙？咁啊，數3聲。咁啊，3、2、1，接貼。呢個你多到計數機㗎嘛？要讀㗎，係。我哋就一齊傾個消防嘅完咗，我哋傾兩句。好。咁但係咪要嗰啲資料填落呢度先得咧？我諗住等佢數埋嗰啲。咁啊簡單啲。咁啊同事點票期間啦，
咁啊，因為頭先講啦，市建局啊同埋楊生提過啦，大家要揾一個獨立嘅第三方去證明外牆有幾多搣要整，少咗多咗點樣去處理。咁啊大部分多咗都唔收我記得啦，少咗會同意購嘅。咁啊喺市建嗰個 list 入邊咧，我哋邀請咗12間出咗 email， 覆翻嚟就係得5間嘅啫。咁我攞咗度啊，第一我最平嘅一間叫做48,000蚊，叫做首一測試顧問有限公司。第二嘅價錢最平嘅就係5萬蚊，大地建築。第三6萬5嘅有2間，一間叫做中建測試，一間就叫做中誠建築。另外一間最貴嘅就係7萬蚊，呢間叫做咩？二顧問。咁啊，呢啲全部都事件案，呢有資格去敲牆。咁啊，我哋方便投票咧，就1最平，2就第二平，3就係中建，4就係中誠，跟住就係5嗰間7萬。咁啊，我主要俾你望。咁啊，等大家方便投，因為我想問下呢個敲牆咧，我哋完全冇佢哋個資料，純粹係睇個價錢嘅。其實大部分都係睇價錢，因為佢個資料咧，佢哋喺事件 on list 嗰時，佢嗰個能力經驗或者有冇嗰個人咧喺事件佢交咗先至可以去到事件嗰 list 上面。哦，即係係事件睇過佢有啲基本文件齊，真心嚟講就應該叫基本文件齊，所以佢可以喺事件 list 入邊俾法團揀。咁大部分啲法團就上次嗰個會講嗰間公司有冇落嘅？叫咩名？我都唔記得咗。我應該冇講名嘅喎。你有提過話有間公司唔記得我唔記得，因為通常我都唔敢講名，我唔知邊間平嘅事咧，我驚可以落到貴。咁但大部分啲法團都係價錢行先，因為事件要攞資助，所以就係呢個係有資助嘅咩？因為攞大維修嗰 part 嘅資助，即係4萬5萬嗰 part 咧，咁就要揾個第三方，而個第三方就唔可以揾配。呢個數係包埋落去大維修2.0裏邊嘅咩？你應該額外俾嘅要。係咯，呢個額外俾啊嘛。呢個係冇資助㗎嘛。應該係備用攞資助下要揾呢個人去上報告。我知道呢個用第三方去 check 翻我哋大廈裏面有幾多搣嘢係需要做 scoring 啊嘛。係就叫中標嗰間去做。去 check 翻敲俾佢同埋收佢貨啦。係啊。收唔係，佢好似唔收貨，淨係 mark 位出報告叫佢打，收貨就係我哋顧問收。佢呢個就係 mark 位、影相、現場 mark 位、影相做報告，做翻 summary 就係合約幾多米、現場幾多米、結構幾多米、批鬥幾多米、內牆幾多米，出份報告，去簽名俾事件，去確認。即係證明我哋個大廈裏邊有幾乜嘢。係啦，需要做嘅。係啦，咁啊，佢有 T1 現場、AP 簽名嗰份 report。咁佢呢度會唔會講過7日內完成？唔係，我哋應該通常 standard 就話我哋要 standard 就係咩大廈要做啲乜嘢。咁佢做呢個敲。呢份報告就呢度14天交。14天。即係話佢敲完牆14日內交報告。呢個就敲10。法團確認咗就通知7日內開工。咁第一間就敲21日。唔係間一樣嘅。我間一樣嘅。一樣嘅。全部一樣嘅。係啦，因為我哋睇翻你規模正常啦，你哋外牆我預你2至3日，外牆1至2日，正常落嚟做3至4日應該做晒。3至4日敲，未計喺寫字樓做報告啊！未計喺寫字樓做報告。好，使唔使點我點名公司？咁啊，同埋講個公司先。好，咁啊，議程5商討及議決大廈整體維修工程承建商，咁啊揀選2號創建建築有限公司就有756份業權，咁啊佔93.8%。揀6號廣林建設工程有限公司就佔50份業權，佔6.2%。咁今次工程承辦商就係創建建築有限公司。咁即係文件就用創建。好啦，咁邊個去敲牆叫創建咧？就係今日而家我哋揀啦。咁啊，我諗資料文件上，我諗1號係最平先啦，就方便大家投票。2號就係5萬啦，5萬。跟住3號有2間6萬5號反而好似。2間6萬5。咁啊，3號就叫做中建啦，呢間叫中建測試。中建。呢間叫中建測試。喺嗰度有部分係。係啦。咁就其實如果我見咧，你做 lab 嚟講，應該中建同埋呢間首一就真係正宗 lab。依啲咧就應該係 AP 公司。哦，佢呢度有。係啦，中建佢有俾埋佢個 reference 嘅。係啦，呢2間就叫 lab 咯，呢間叫做測試顧問。呢兩應該係中建同首一 lab，另外一啲咧就係做報告交維修嘅顧問。呢間咧佢就夾咗有曬 reference 都見到，喺度，但係價錢就貴啲咯，6萬幾。呢間咧，呢間都係價錢貴，就乜都冇，就純粹係資純粹料。係一個資料。呢間咧，呢間都好多，有好多嗰陣時。其實今日我哋要決定啦。揀埋㗎啦，呢主席你提議啊，揀邊間？我提議就有俾佢裝嗰陣時嗰2間是一間。OK。因為就應該係中建同埋。係啦，中建咧，佢就或者係羅生望一望呢度。咁嗰3間咧就純粹填咗林啦。係啦，我哋望一望呢度。嗱，佢呢度咧。
間中建佢就係夾咗有佢曾經敲除嘅地方。嗱呢一紮樓，咁我唔細心去睇啦，佢都敲咗好多嘅。咁呢個咧，咁啊唔數佢幾多啦，總之有4頁字啦。咁呢個咧就65000嘅。65000嘅中建。咁另外仲有一間嘅，嗰間就貴啲應該。呢個其實係啊，呢則咁樣。咁另外一間咧，咁佢就 E 啊叫做 E 打你個 E， E 顧問公司，咁佢都有夾咗嘅，有啲證書，有啲客戶推薦信，咁佢都有啲嘅，貴貴咗5000蚊，爭咗5000蚊。但係我見即係我純粹我嗰度中建咧就正宗叻，係即係正咩拉石屎有紅外線有做報告嘅。咁依家咧就應該純粹係 AP 公司，就新。因為我哋好無頭緒都，我覺得如果大家揀呢個揀間 lab 公司去好啲。lab 公司就係呢間中建，因為佢基本佢夾咗佢曾經做嗰啲嘢啊嘛。即係有啲嘢睇到咯，就純粹報價乜都冇。中建就3啦，不如我陣間讀一次，幫我寫得份表。一就係最平啦，仍然都係。一就係首一，首一係48000。二就係大地50000。3就係中建係幾多？中建第3嘅，邊個3啊？65000啊。4嗰間就4都係65000，4嗰間就叫做中城建築。邊個中？中間個中，城係有土字邊個城？係咪要喺個投標紙度寫翻？係睇1、2、3、4，我喺會議記錄反映。 OK 好。咁中建就應該係3係嘛？中建3 65000，中城65000就係4，最尾嗰間義顧問就係70000。中建係3啊？係中建3 70000，意大利嘅2，74000 70000。我想睇埋佢講中建嗰份嘢先。中建攞翻先，攞翻出嚟65000呢份中建。有冇都有洗手間。慢慢，要落到1樓。係就爭樓啫嘛。搭呢個落去。冇啊。冇咗咩個投標？唔知咩？咁我哋如果佢揀咗佢嘅話，唔會另外同佢簽。再簽就9號線嗰時仲有。另外簽一份。因為我遲到，所以冇呢。通常唔係身體健康有咗位，方便通常我揀呢方面，如果發圖之後落報價，你吸佢個位。我吸引。係啦，咁但係現階段唔使吸住，等佢簽嗰份大半嗰時先至同佢簽。呢份我諗我哋 keep 你佢 keep 你，因為我依家揀佢啊嘛。係。揀佢 keep 你邊度？佢有公司住咩？仲有手機好似啦。我呢度，我嗰份阿哥間。我世紀。一就係11，二就係我投咗。大地，3就係頭先睇資料多啲嗰間中建。呢度。3就係資料多啲，同埋大家應該頭先關心啲嗰間。咁啊，大家讀完之後可以擺落去。點樣寫名？唔使，你剔咗得㗎啦，我嘅。但係佢做呢個記錄，佢係都應該有個法律效。有啊，有市建要認可先至可以按到啲，咁份報告係知道市建要做乜嘢。中建如果一樣價錢，叻嚟喎。睇簽完先要簽合約佢先至簽，因為太越早簽通知佢合約都唔知幾時。你簽完之後再俾 copy 咯。但係呢份 copy 會翻先。有㗎，有一間咧就 list 咗呢個就包保險啊嘛。呢個都係包保險嘅，其中有一間咧就將個保險金分開咗嚟嗰列嘅啫。佢加埋一齊計應該。即係如果保險幾多錢？先後保幾多錢？5萬幾嗰間就分開咗列，但係個冧就5萬幾咯。使唔使等埋先生定照鎖？等埋啦。好，咁大家可以睇定下一份投票表。下一份投票表咧，就大家會唔會預留多少少錢？咁啊5%或者8%或者唔預留。咁嚿錢係做咩咧？第一，頭先你請咗間承建商啦，我唔知嗰個敲除嗰個第三方啦。第二啦，因為份地渠報告都係年幾兩年前，中間會唔會爛多2條啊？有嘢要整啊？
咁另外啲錢喺邊度嚟咧？就係備用金啦。咁另外啦，拆水喉之後，可能失窿咁有啲承建商就應該包埋。咁如果係要報價或者大廈有其他嘢整，咁啊我又唔知你法團嘅盈餘有多少啦。咁所以啦，我就通常每個大廈都會夾多少少錢。如果頭先揀嗰間叫咩名？創建575萬，如果你夾多5%就真係525、575、28萬到啦，夾大。如果你夾8%嘅話，唔係580幾啊？475萬啊嘛。你早我哋扣咗鹹水，扣咗㗎啦。475，其實75嘅5%，5、4中20、5、3、15，23萬幾，23萬幾。如果夾8%，8%，8、4、32就夾多36萬幾。咁啊，等法團有啲資金，第一就可能做額外嘅地渠工程啦，或者做其地渠工程啲沙井塞啊、通啊、冧啊有錢就走啦。第二啦就找頭先中建嗰條數啦，同埋法團一啲日常開支，譬如話年檢啊、水電費啊、電費啊，或者一啲額外工程。咁啊睇下大家會夾多少少，睇下你夾5%定8%。大家有冇建議係夾多5%？冇呢個唔係你夾多咗係即係擺落法團度嘅，擺落法團度嘅，即係冇乜特別。唔關承建商事嘅。啊，即係話係用根據頭先我哋揀咗第二間嗰間叫做創建，咁佢個工程銀碼就係470幾萬。咁咧，阿鄧生嘅意思就話，我哋今次夾集資咧，會唔會用呢個470幾萬個冧心去加多5%嚟做？或者8%，或者8%嚟做營運資金。但係嗰個我想知道加 percent 之後計晒總數會唔會退翻出嚟啊？用第一夾完嘅錢係擺落法團度，唔會俾承建商。因為承建商你係簽476萬就475，夾多嘅錢係擺落法團度。咁啊等工程期間法團有啲錢就中建嚟到啦。其實咧，到時可以開大會決定啦。咁因為有資助會翻嚟㗎嘛，咁有資助翻嚟，咁大家開會坐低覺得要剩咗幾多錢，首先知道剩咗幾多錢啦，用剩咗幾多錢啦，喺個集資裏邊，覺得按8%作業權嗰個比例要退翻嘅，咁大家嚟投票嚟退翻咯，咁樣樣咯。呢個係咪必須要咁投嘅？如果唔投的話，如果中建嗰條線咪我哋要再開大會去夾咯，即係爆咗同你收，或者個6萬幾就開會要再夾咯。好，依家咧。而家到依家呢一刻咧，我哋個法團戶口咧就有大概40零萬嘅，係啦，俾大家知道呢個數。咁40零萬，我建議你哋5%都夠啦，係啦，即係譬如話呢個除咗，其實係除咗地渠啦，先由阿鄧生所講嗰啲有敲牆嗰個人啦，係啦，嗰啲咁嘅數咧之餘咧，其實我哋仲要諗多一樣嘢，就係有啲人唔理會個集資而唔夾錢，咁我哋係需要時間去追佢嘅。咁但係我有我哋追啫，數我哋要照找㗎，係咪？咁就係有個時間差喺度啦。咁就呢個都會喺個後備基金嗰度。咁啊，暫定咗一個議案啦，可以夾咗落去，但係完成工程響夾錢裏邊嗰個盈餘，叫翻業權分翻出嚟。其他大廈做法咩咧？大家照夾備用金，做完事件解令攞錢嘅時候，再開大會就傾分唔分，點樣分，全部分定係分部分，再投票。因為事件嘅資助翻嚟咧，就開大會決定會入咗落去分晒㗎嘛。因為法團可能你留翻40-50萬喺營運入邊㗎嘛。唔係咁，我哋每年都會有一個業主大會去周年大會係籌集嗰個費用㗎嘛。咁啊，如果有多嘅，咁咪大家又投票分翻佢。咁如果投咗5%喺即係個總額裏邊有5%，就方便到時法團找數嘅啫。同埋你而家就算集資，你唔係一次過集晒㗎嘛，可能分幾個階段㗎嘛。我諗下跟住嚟緊有咁講啦，係嘛？係啊，分幾期集資。咁阿劉生睇下你，因為你最大份啦。係啊，所以我覺得係啦。咁你即係嗱可以唔加落去，亦都可以我揀最少嗰個咯，我覺得。5%啦。好。咁就各自投。講咗中建嗰個先。好，咁啊獨立拋除測試代理人啦，咁啊大家就揀選咗3號中建，咁啊806份業權，咁啊100% 揀選咗嘅。呢個係咩意思？因為呢個大數啊嘛，備用金加5%係工程費加備用金一齊去收。OK。變咗總額咯。哦，呢個方面俾律師嚟個計數。係啦，同埋做會記錄，你哋傾嗰時有冇話分開個備用金點樣計？寫翻會記錄方面啲啫。好，咁啊1、2、3自然就係有喺前面數。好。
先。睇完呢樣嘢之後，留翻都定下佢。咁定㗎啦。嘅講過下，講過下，咁就全部5%。全部5%。好，咁啊100% 5%啦。好啦，跟住一份投票表就係大家工程費連備用金分3期收定分4期收。咁如果分3期的話，咁啊一般大廈都係433啦，即係頭重尾輕啦。如果你分4期的話，咁啊因為有尾數啦，通常我哋都建議大家係3322按比例咁話。如果3期532 52.52啦，25即係52都可以啊，都可以係啦，可以啊。分3期，第一法團係純粹大會通過期數，第二啦，大家集資嘅金額就大家可以釐定，我寫翻個會議記錄嘅啫。 OK。咁啊，大家有冇咩建議？分3期定4期？每一期嘅比例幾多？我諗都係，我想徵詢下。可以啊。楊生先。楊生咁，我諗係咪會分3期好？即係3期啊。係3期。好3期。如果期數入邊啦，我哋嘅比例係3一半，跟住25%，定係有其他比例？還是係50、25、25係咪啊？定係？因為到時法團就會比較50、25、25 50、25、25咯。 50、25。我喺個總表嘅會議記錄入邊寫翻，分3期，第一期收50%，第2期收25%，第3期收25%。其他業主有冇意見啊？係咯。即係其實你大概知道嗰啲金額㗎啦，已經都計過下。同埋得。所以同埋期數少啲，法團收據都少啲。係啦，你都要招真咁呢個你哋做翻會記錄。係我哋會做，因為我哋俾埋個時先出到集資。個 standard 嘢，我大部分嘅聽聽都有 put 翻呢啲唔同單資料，跟住大家望一望啲字眼有冇嘢加改。好。總之頭3期就50、25、25。好，咁啊3、2、1直票。都要嘅，場禮上就要嘅，因為大家要簽名作實啊嘛。OK，臨尾將佢簡單啲啊，授權主席同法團一個委員喺中標承建商簽約。點解2位唔係3位咧？因為簽名得2位。咁當然啦，如果大家得閒的話，可能你一個主席一個秘書。咁如果你秘書行或者大家簽多幾個都冇所謂，只不過授權一個人就係主席加個委員去同承建商喺合約入邊去簽名吸引嘅啫，唔一定2個嘅。咁可能3個4個得。咁啊，通常我哋都係法團2個。咁啊，睇下大家有冇意見。咁點解要投咧？就係因為啲法團鬧交就唔做乜俾阿主席簽嘛，我代表我啊，即係大家睇新聞好多。咁所以就費事爭拗啦，都係投票，主席同委員就可以簽合約。睇下大家同唔同意呢個同意就剔埋落去。因為唔知你夾唔夾嗰個時間。點都要夾㗎啦。即係1月後先可以簽約喎。1月12我唔係我當啦，我做得合約頭先試見嘅話，1個月後冷靜期啊嘛。我而家幾多號？而家叫做頭先而家叫24，你最快都12月24啦。12月24過埋個聖誕假期已經1月頭啦。係咯。咁啊，我預1月頭大家可以簽。同埋辦合約，如果我哋1月頭簽，會唔會早啲俾我哋去論一論先？你約我12月頭。即係或者阿楊生或者你12月頭可以俾我哋先。係咯。如果1個禮拜可以整好嘅。今日星期幾？星期1，我星期5都可能俾我哋。我哋其實又唔係咁急簽合約啊嘛，我哋因為講緊一定係諗住過完年之後先至開工啊嘛，所以就其實我覺得係咩咧？你哋睇完份合約，如果冇問題，簽合約同開工係兩回事啊嘛。係。即係大家確認身份，承建商你可以備料過年啦，安排人手啊買料啊。仲要過翻市政嗰邊啊嘛。跟住再俾市建睇，咁啊跟住你開工係我 suppose 你3月1號先開工。咁但係集資嗰份表就重點啦，我建議你就唔好咁快出集資住。係。因為越早出就越快要填表啊嘛。你應該2月1號先出。咁未出嗰份嘢去填定表得㗎嘛？唔得㗎，唔得嘅。一定要有律師，一定要出一份，即係一定要夾住哦，即係有嗰封有份合約，律師樓睇翻頭先嗰份份數對一次，每人要交幾多錢，咁通知你交錢嗰日就係填表嗰攤嗰2個月。咁即係話我哋出信嘅時候要通知翻喺法團入邊通知翻。係啊係啊，入紙申請咯。我建議你2月先出嗰份報告。OK，呢個要記低你可能。我會提你，我會提。3、2、1直票。我緊張啦，我有份㗎嘛。我一定緊張啦。我哋出都會睇你嘅。
冇咗搞唔掂啦。冇所謂，我冇得申請。你唔係話到時唔續約咩？唔續約，我都會俾人100%。OK。我知。好，最尾我哋份投票表就備用，咁睇啦。我哋今日準備嘅投票已經全部投晒。好，咁啊，主席同埋楊生要幫我簽名。好。有冇其他嘢要安排？想簽埋名先。我哋傾埋個消防。好。趁啲業主喺度嘛。好啊好啊。我哋簽埋份授權先。我攞過去俾你先。唔緊要。嗰邊有財經。都係溫馨提示。資料分析，我話佢有訴訟啊，咩打官司啲啊，大家純粹喺富興樓嘅分析用啊，真唔係太適合擺其他顧問公司嘅會議上，因為真係有人試過。咁你話佢有，個顧問冇喎，咁真定假咧？寫簽名寫翻單位。我唔理。唔理。其實俾錢查都查到。中啦，得到嘢。呢邊係呢邊。簽署。呢個。呢份嘢都唔見啦，我哋要咗留低算。係入律師嘅聘書。主席呢份咧就係要律師樓嘅聘書嚟嘅，就係同大家講下今次咧出嘅一個集資嘅通告啦、釘契啦。咁啊，如果就跟翻個樣嘅費用個收費就係咁嘅。咦？呢個係律師樓收發條件。聘書嚟啫，但你放心啦，佢唔會上單，你都唔使找數。只不過因為點解香港唔可以免費包攬訴訟，所以有個報價單。咁佢做完張嘢，佢出唔出單同埋你找唔找數，其實大家控制唔到。咁但係唔寫價錢就冇一個委任，即係啲業主問話做咩出封信俾我，原來法團你請咗我去做嘢。咁出攤分計業權份數追維修費都包，但要釘契要上庭要追數嘅咧，就嗰張就會上單啦。釘契嗰度就即係6000蚊一個單位。冇錯，釘年價6000。正常就同欠費單位，但係如果落文件，咁呢個費用都唔係追法團㗎啦，追翻嗰個單位。欠費單位連維修費一齊追。即係與法呢個費用係與法團無關嘅。法團即係表面上就法團先墊資，追到就法團就同欠費單位一齊追埋。哦，咁即係話換句話講，如果我出咗100蚊一封追討信，追討信唔收，唔收，唔收，淨係釘契，淨係釘契嗰個釘契6000蚊， 6000蚊每個單位。如果真係追完你都唔交，你又揾佢唔到要釘契嘅，你先至要俾。咁就由未追到嘅時候就由法團墊資。追到嗰時就維修費交釘契費一齊收。即係如果你有人夾5萬，你追佢就追56000咯。咁收到嗰56000，律師樓收到56000咧，就佢就俾翻56000你。計唔計埋利息費？冇啊！如果上庭釘契冇利息收，但如果你係去到入稟咩要封要鎖啊，嗰啲先至可以計利息。小額錢債嗰啲可以。好似小額錢債好似有利息，好似冇。都冇。大家放心，條數係除咗你去到釘契之前，所有文件係都唔使錢。如果要釘契的話，法團就墊資嗰6000蚊一個單價。同埋影相留底咯。呢個係今晚所有嘅應該就要交俾法團結嘅，係啦，影咗。呢份嘢我哋影相或者俾呢度使唔使我哋貼翻張？我影相得啦，我影相，我份副本得啦，正本俾你住。同埋會議個簽到表我都影相得。係，跟住。大家留步，我哋傾埋個消防資助點解未攞得？就因為我哋傾緊一份消防圖。因為頭先市建嗰邊講咧，佢話好彩我哋應該話我哋覺得8月31號係咪？26年8月。26年8月31號前要開個咁嘅會去揀消防嘅工程承辦商。係。咁我哋推算翻上先前啦。第一，我哋份圖批咗，咁我哋會同法團開會，就傾個消防嗰個圖嘅工程嘅內容啦，包括咗消防電啦、消防泵啦、消防缸啦、消防喉啦、喉轆啦。咁就我哋會喺
簽約個會，我建議你簽個會，簽完約就順便傾埋消防。咁其實而家佢嘅進度而家跟住我哋寫標書，大家睇完之後就我哋傾完嗰份嘅。嗱，其實而家出標書嗰度咧個阻滯就係因為而家你哋嗰個 design 就係會兩座獨立光兩座獨立擺缸。咁我哋法團嗰邊就有啲分明嘅，係就係想將嗰兩個缸擺晒喺北嗰邊嗰座，因為咧嗰度有個公家地方。同埋我哋之前用咗幾萬蚊去拉條電上去，都係貨嗰邊擺套工嘅。如果而家你將嗰兩個缸或者兩個工分咗家嘅話咧，咁法團就要另外使多筆錢，就要喺 A、B、C、D 嗰度拉個條電上去，同埋擺水缸面。咁我哋就有個呢個係法團嘅 comment 啦。咁阿鄧生，我就想問翻，咁而家你哋之前入咗職俾消防啦，佢係批咗嘅。咁我就話，即係上次問過改職可唔可以？可以改職。但第一改職得唔得？係可以改。第二改完之後批唔批？呢個就係我哋嘅問號啦。咁我都解釋翻啦，即係我哋先前點解咁樣話咧？其實你富興樓好特別嘅，地下一個地鋪，樓上就係老人院，跟住就好樓上有平台。咁平台咧就兩棟樓就獨立就上去嘅。咁你哋因為兩個天台唔通嘅，咁所以咧，我哋之前同事畫圖咧就按翻現行消防條例咧，每一個叫獨立樓宇咧就一個泵一組缸就派翻落樓下，咁就後面就消防處批咗圖。咁啊，主席正如頭先個意見啦，因為以前法團已經有準備，佢哋希望將所有即係可能以前係一人一個缸，主席就希望先前嘅準備就係兩個缸擺埋同一座，同埋個電已經準備好啦，將個泵缸擺埋一齊，因為已經準備好電，咁去派翻兩棟樓用。第一批咗份圖可唔可以改？可以改。改完之後批唔批就等消防處去決定嘅，因為呢個比較技術少少同埋法例上。咁啊，消防處問好多原因，話點解要搬啊？得唔得啊？天台法例咁其實我哋點解分開劃就係大前提啫，因為兩棟叫富興樓就一個法團，但係喺消防處嘅角度咧就係兩棟獨立嘅大廈，咁所以大家兩組。所以如果即係你話見其他屋苑啦，即係你見有啲大廈有啲屋苑啦，可能兩棟樓下邊大平台，佢都係兩組缸兩組泵。咁當然啦，你哋細啲可唔可以共用咧？或者喺一個泵缸派翻去隔離？唔係唔派，你喺天台行嗰條橫柱陣打橫行過去，而得唔得咧？呢度就可能要改圖俾消防處試。咁咪先啊，鄧生，而家即係換句話講，你仲上次同你傾完之後，你就仲未同消防嗰邊，或者你仲未有一個答案俾我哋，你哋會點 design 啦？係咪？如果你話擺埋一齊喺邊？分開邊？擺埋一齊咧，其實我有兩個方法，一就係改圖俾消防處批咗先係招標。當然啦，你唔批你招標，你攞嚟搞咩？係啦。第二電話同消防處傾過，佢就話叫入圖俾佢同上邊傾批唔批。即係你哋傾過嚟㗎？傾過，佢話叫我入我 visual 記錄俾佢，佢睇下批唔批。其實我改幅圖好快啫，即係大廊下邊乜都冇變，只不過就係天台個缸搬嚟呢度加嚟話上攞去派落去。等你係冇錯。改圖快啫。咁佢 comment 就係你入圖俾我睇下批唔批，但係我哋畫圖同事就覺得係應該兩個獨立標定，就應該兩套系統去計算。咁所以啦，你哋決定我改唔改？但係其他大廈經驗啊，兩個大廈兩個泵兩套系統資助係落2047萬成，係咪47？我哋收咗張令嘅啫喎，一張佢都係計2000，因為兩個系統。你改圖要再收錢啊？唔收。咁佢哋兩個門牌 number 㗎嘛？佢考慮兩個門牌 number。其實大前提有缸擺埋一齊，即係話呢條水喉都要飛過去，同埋個喉都係獨立嘅。其實咧，我哋就係考慮咧，嗰啲設施日後使用、維修各樣嗰個角度嘅，喺埋一個地方去管理咧，集中管理咧係好過分散嘅，咁樣去諗嘅啫。同埋之前已經做咗一個準備，就已經係做咗一條電纜。因為其實我哋有一個概念咧，之前嗰間叫咩公司啊？係會。之前有間消防公司咧，佢有個咁嘅行會，俾個咁嘅概念我哋啦。咁我哋又唔識啦，咁我哋就跟住嗰支就做咗啦。咁其實我哋都問過相關嗰啲咧，消防係咪？嚇，咁佢就你試下入圖冇幫唔批啊？所以我話大家入去試下。試下先啦。如果試的話，咁但係而家問題有個重點啦。我今日先知原來我哋嘅 deadline 係26年8月，咁可能真係要緊少少啦。要過咗嘅話咧，個資助冇咗就會俾我哋法團就會損失好大。其實啦，你預招標回標去到分析大會，中間你預咗3個月4個月啦。即係總之你4月前招到標，你嘅資助限期都唔使再。其實我想問咧，我哋今次如果譬如話我改職入消防嗰邊，即係跌翻去消防尖沙咀嗰邊，佢唔係去咗北角，搬咗北角。咁佢哋嗰邊會大約，因為其實初喺我概念咧就好耐嘅2個月㗎，而家都要2個月。咁其實可以，即係我聽到你嘅意見就係話，我哋再試嘅話，如果唔批，用翻舊圖。用翻舊圖。
用翻份舊圖。其實佢哋會唔會同我哋講話咩原因唔批到消防嗰邊？其實都係我頭先個 concept，因為你天台唔通，大前提我消覺得防管呢樣嘢㗎。因為你兩個天台唔通，即係消防員如果上到去你個喉轆，喂原來你水缸唔喺個天台位，要下邊上翻去喺隔離大廈上翻天台先上到你個喉轆個水泵同水缸，佢個例嗰個。你啲泵都唔會手動㗎啦，係自動㗎啦。雖然係自動，但係消防例入邊，你所有程度系統應該係自動㗎，唔會手動㗎嘛。係自動啫，但係消防嗰個嘅例入邊咧，就係、你嗰個嘅喉轆、警鐘信號鏡頭係一個大廈一組，就唔可以共用隔離。嗰度有kontrol問題嚟啫喎，而家我所講係電泵個泵嘅開車同熄車，同埋佢點樣？唔係個控制問題，係嗰個消防條例就係、嗰個大廈嘅喉轆水就係消防員就咁直上天台，就唔係個隔離個座樓嘅天台。我諗入完封信，消防其實佢消防處係咪應該有個幫板係已經係 follow 我哋個單位嘅？有個 case file 嘅，但係嗰個又唔係批圖嗰個，其實應該我哋入去問批圖嗰個。係咯，我哋我打一個。其實法團可唔可以邀請佢落嚟，即係大家去商討下咁樣可唔可以？上去開會會易啲，即係大家唔介意移玉步上北角開會咧，就易約消防處。你叫消防處落嚟大廈開會咧，好多原因佢又要申請啊，又睇批唔批啊，日頭啊定夜晚啊，好問題。日頭你唔介意日頭上消防處咧，就容易約啲。因為有啲大廈都係上消防處問啲命令啊，做唔做？咁轉頭，我哋如果係按照我哋意思入咗圖，佢唔係啊，因為而家佢咁電話問咗先，主席嗱，其實我個建議咧，電話問咗先，喂，會唔會唔批定入嚟試？如果你話唔批的話，我咪上嚟傾咯。你話叫我入嚟試的話，咁我咪入頭真係又傾咯。其實消防處肯傾嘅，你終於上去寫字樓，你上去北角華茂啦，佢肯傾嘅，佢肯解釋嘅。係。唔係我建議。就真係按照我哋嘅意思入咗張圖改咗之後，等佢唔批就再問佢點解唔批。佢就算佢個 comment 話冇寫點解唔批，我哋可以問佢點解唔批。其實我想問下啦，我仲有第三個建議，唔知得唔得啦？鄧生，我哋兩座嘢噶嘛，咁就 Starbucks 嗰邊咧就行泵，我哋 A、B、C、D 呢邊咧直上水，唔得，得唔得？唔得，點解咧？因為消防處你要申請我哋叫直接水咧，係咯。第一你天台係做唔到。跟住同佢講，我做直接水，即係你唔可以話我做到唔做，你係做唔到。咁做唔到有咩原因咧？第一，你水缸個大天台唔夠力；第二，天台你唔夠位擺；第三，就係一啲業權問題，令到天台唔可以有水缸。但係你個500缸咧，其實我諗500缸啊，呢張台一半咁大到嘅啫，所以空間就應該你唔可以申請豁免嘅原因。唔係啊，因為當初點我哋會咩咧？幾個原因啦。你一將嗰個泵同埋嗰個500呢嗰個缸擺咗喺鹹水缸面，第一四邊乜都冇；第二，雖然而家暫時嗰個缸係唔用。咁我哋唔擔保將來會有啲咩問題啊嘛。用翻嗰個位。咁同埋就係嗰套嘢，我哋法團你做咗落去之後過到關，咁嚟緊日後我哋個維修保養會可能會牽涉我哋嘅費用，都幾，因為你始終係露天㗎嘛。嗱，其實就一般做法咩咧？纖維缸就露天，大家知啦。泵雖然係露天，但係都有個不鏽鋼面冚，即係有個 enclosure 冚住佢嘅。咁當然啦。露天就有機會有損耗，所以就加不鏽鋼啦。同埋消防泵嘅壽命係比鹹食水耐，因為點解咧？係有事先至鹹泵，同埋年檢先鹹泵。正常你唔好似食水鹹水一年。唔係啊，我經驗話俾你知，你風吹雨打嘅話，同埋你講真，你入線嗰個位個 I P 幾多？你如果咁呢個狂風大雨嘅話，嗰個我唔擔保佢唔入水咯。消防泵我反而唔擔心，泵同埋嗰個電線應該都唔擔心，係嘛？但係幅圖好似畫咗唔知係幾多線㗎。嗱嗰個唔係嗰個細節啦，而家基本上我都係想你同消防處嗰邊。總之2合1啦。係重點2合1，做咗得嘅就繼續行，唔得嘅問原因，點解唔行，再決定係咪分開行。我都贊成入咗圖先。咁啊照入啊！你用1個禮拜可以入到去。好。今日星期1，快日星期5，隨時星期1。咁幅圖我係搬個水缸落去，係蓋翻啲 cover letter 啊，做翻啲圖翻嚟。係冇錯。因為嗰個位置應該足夠擺兩。大約要2個月啦，消防處。所以天台個缸同泵好影響樓下個喉轆水缸，唔係樓下個警鐘撳手 panel 都係獨立嘅。都係屬於消防㗎嘛。都係歸消防，嗰啲全部話好晒，係天台個缸係個比定係打橫比。咁同埋天台，你如果我話會話點話咧？兩個缸如果擺埋一齊的話，條喉係天台走翻落去隔離。同埋嗰兩個纖維缸可唔可以擺喺消防缸頂咧？可以，係咯。其實500公升嘅消防嗰個位我哋多咗都係咁諗嘅。係500缸，sorry，我畫完幅圖位置同你 WhatsApp 就得，好方便。因為點解咧？500缸，第一如果坐地台，第二就係唔使入，可以小型工程唔使入大積。如果你個水缸係坐喺地台或者坐喺樓板，而唔係吊喺牆身 ，A&A 即係 minor works 係 cover 到嘅。但你坐喺地台大過4500升就要入 A&A， 但係4500升話樓下坐地台嘅就唔使俾人哋。個泵嚟咗地都要入 A&A， 但係個泵唔嚟地係擺 minor works cover 到。喺現階段，但係我知道26年年尾呢條例有改啊，因為好似準備批唔使入乜嘢都唔使俾人哋。
佢都係方便你冇咁多隻手因為就做咗佢為咗個啫。上，你見好多樓層嗰啲中途泵要入個 A&A 架就 hold 咗好耐，係因為嗰個係 MyNowWest 去 cover 到。有啲喺個梯底嗰度打工仔做係啊㗎嘛。打工字通常你見嗰啲廿幾層樓咧，13、14樓有個中途泵，嗰個泵架係要入 A&A 嘅。其實鄧生，我又想問翻咧，嗱，我入咗職啦，你話2個月啦。其實因為我哋本身其實我哋本身可能我哋個機師會唔同啊。我入咗佢批咗，但係只不過而家其實可以追佢嘅。係啊，我就咁講啦。誒你話2個月其實啫，因為我而家收到市建嗰邊話8月31號 deadline，我哋如果冇再跟進嘅話，但係首先我哋又要入咗職先啦。同佢傾批快啲就可能會係咯，咁我用咁嘅方法去再追快啲咧。市建因為個限期夠，佢睇你本標書同排隊招標，亦都會幫到手。即係市建頭先嗰個女仔，佢會排快啲。如果你試下你份表係我當係3月亂，即刻同你3、2日叫你安排招標仲得。OK，有啲係市建係睇下，希望可以市建可以達成。佢邊可以早啲復我哋咯？可以一個禮拜星期4、5到打電話聯絡我份圖改完之後，位置 OK，星期1日。好，今日到依家，咁業主們仲有冇其他問題？對於維修啊、嗰樣啊、大維修啊、消防啊咁樣樣，冇。風光位置影響個系統幅圖同埋本標書個進度，定咗之後就有冇先例係你兩做分開嘅可以合埋一個天河？其實咧，政府部門做嘢咧，唔一定去考慮個先例嘅。佢之前有人做得到，你而做唔到咧，佢亦都唔需要解釋俾你聽點解佢做到，你做唔到，而只係解釋俾你聽你點解做唔到嘅啫。佢可以。我哋最主要就係佢審批嘅程序加快啲。會係啦，係但啦。係我覺得你先前放咗嗰條蛇，佢唔係消防圖批圖原因，但可以同你明白講咗先。呢個唔係佢批圖原因，或者佢咁如果空間位置就係佢批圖。係咯，我而家咪想講咯。空間 A、B、C、D 裏邊其實我知道天台應該齊輯間晒龍啊嘛。係啊。我記得我睇。咁你另外嗰邊佢係因為真係個公家位係放我哋知道公家個空間位置。EFGH 其實佢已經本身有個大水缸。知道，即係一出門口對住水缸位，即係正如我上次講楊生嘅樓梯度。嗰個位就係公家㗎嘛。知道，即係咁呢個都係一個理由嚟㗎，我哋。但係佢又睇下個水缸唔係好大，咁啊點解你嗰度擺到你唔用 MyNowWest 咧？咁有好多原因。你話 A&A 做唔到一定批，但你話 MyNowWest 都話 cover 到，點解唔批？就要猜下啲文件。我如果做反光嘅話，就一定黐住嘅，我要放唔到我哋反光。好啊，咁睇下到時睇下陣間你再聯絡翻我哋。星期5 double confirm 個位置，我星期1我希望可以入到圖俾你。跟住我電話同消防上邊。double confirm即係會你我畫完幅圖個咩水缸擺喺咩消防缸上邊啊，定擺喺前邊嗰個位咧？好。我畫完之後咧，我話兩個擺埋一齊，條喉點樣行我都俾你望一望，大家。其實消防缸側邊嗰個位都好似係公家㗎嘛，成幅係公家㗎，唔一定要缸頂嘅。唔係纖維缸擺缸頂啊。纖維缸擺缸頂，泵就擺喺缸嗰邊。係啊，冇錯。啊。哇！講幾句啊，好多謝阿周主席同埋阿楊生，用咗好多時間同埋心機投呢個大廈維修工程同埋消防工程，係大家鼓下掌啊！多謝，係，盡力而為啊！大家係啦，希望大家都住得安居樂業啦。好，會議咁啊，依家結束啦。